南投县环保局推出市场减用塑胶，已经有6个市场未主动提供塑胶落路。今晚呢，搁再举办一扣点数的活动，鼓励民众家己炸袋仔来。这几年来，各地为着要减少塑胶量，中央和地方拢有无同款的政策。南投县政府嘛有咧一市场推动，无主动提供买物件用的塑胶落啊的措施。到今仔已经有6个公有的市场来响应。今仔佫推出欠点数的活动，只要民众家己摕环保袋仔来消费，袂当领点数。有民众肯定鼓励环保的做法，嘛有民众讲嘛是习惯店家来提供方便，互人带走的包装。自备环保袋啊，因为现在环保意识推广都不鼓励使用那个塑胶袋，所以自己自备环保袋是比较方便的。无特别早，我想较济啦，我就想讲，可能唔知有这拢会有迄抓鸭仔水。南投环保局表示，民众参加这个活动，只要消费满200块，就当换点数，扣点数会当换礼品，也是宣导品。环保局嘛是6个市场按环保袋仔循环箱，鼓励民众把厝内无使用的环保袋仔，也是纸袋仔捐出来，促进资源的利用。而且当年会当减少大约66万个塑胶落仔使用量。买200块会送你1点，那如果说你有6点，你可以到我这边换东西。我们去年度大概有5万多人次的参与哈，然后总共减了26万多个塑胶袋。那今年度预计会达到可以减到66万个塑胶袋的成果。无论是减塑还是粪扫要减量，拢得对源头开始做。环保局希望透过这届的措施来改变民众的日常生活，还佫消费习惯。记者安修南投报道。